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9号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外交部通过调这桃园中线变捷运的开发案，未来对桃园车头到新北市新增的回龙捷运站18分钟就会当到。讲到这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是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外交部评估了后，正式启动撤侨专机作业。专机20日会对泰拉维夫机场起飞，飞到意大利罗马国际机场。外交部也呼吁台湾的侨胞和台湾民众，要赶紧利用这专机来撤离。近日，以巴紧张情势持续升高，外交部经综合评估，指示我国驻以色列代表处依据紧急应变计划因应措施，正式启动撤侨专机作业。专机定于10月20号中午从以色列台拉维夫机场起飞，同日下午抵达意大利罗马国际机场。鉴于当地情势变化快速，外交部呼吁我国在以色列的侨胞及国人利用专机尽速离境。外交部表示，专机会互侨胞或者是台湾民众先使用，若准抑个空的位，会互对台湾有限的大使馆人员或者是侨民来使用。也呼吁讲，还未去登记的侨胞，就要赶紧去驻以色列代表处登记。对7发生战争以来，外交部已经协助170个为台湾民众离境。讲到这，以色列呢，伫19继续攻击加沙地区，当地医生也表示讲，这段期间着伤送来病院的有4成是囡仔，证明这医疗资源是真欠缺，重伤的人敢若会当单死尔。加在这埃及同意20台运送物资的拖拉机，会当对拉法关口进入到加沙地区进行人道救援。医院咧接受查控治疗，以色列甲哈马斯继续交战，双方伤亡人数一直欠悬。英籍的巴勒斯坦的外区医生透露，最近这段期间，被送入病院的伤者有40%是囡仔。以色列对加沙走廊继续空袭，无各界国家医生组织特别强调，因为加沙医疗系统特别崩盘，病院已经被砍地，真济重伤的患者恐惊可能单死。大批民众将病院当作是避难所，病院人实在统统，也打乱原本伫病院接受癌症治疗囡仔医疗计划。世卫组织 WHO 表示，群众组织伫病院情形愈来愈严重，因为饮水甲卫生条件歹，较会爆发疫病。更较严重是多连医疗机构也正做医院空袭的目标。There were around 134 attacks reported on healthcare facilities in Gaza, which led into around 15 deaths among healthcare providers. More than 70 ambulances being targeted and damaged. With tons of injuries among patients, among healthcare providers. These attacks on healthcare facilities led into, 4 hospital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Gaza to be non-functioning. Out of 22 hospital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Gaza. لقيت اولادنا متشردين ومش يعني لا نفر ولا اثنين كثيرين يعني ما شاء الله اولادنا واحفادنا اولاد بناتنا ويعني العدد ما شاء الله كبير يعني بوصل ل 25 نفر تقريبا.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以色列了后，19等于美国承诺美国会援助巴勒斯坦1亿美金，同时打电话给埃及总统塞西。埃及也经同意，给第一批20台载运3000吨救援物资的卡车为埃及加加沙连接的拉法关卡进入。第一批物资可能要20才能通过。Not all of them will go. The first tranche, if there's a second tranche, see how it goes. But the point being that. If Hamas confiscates it or doesn't let it get through or just confiscates it, then it's going to end. 和记者问到是受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讨论如何救出和哈马斯劫持的200多个人质，拜登是回应无可奉告。公司新闻深入回评语。联合国安理会10月有表决，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必须要停战的决议案，不过美国反对，就安尼宣布通过。原因是这决议文无讲到以色列的自卫权。那拜登政府因的立场是挺以色列，这表态了后，将有可能会伤害到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关系。联合国安理会10月表决由巴西起草，要求以色列甲哈马斯暂时停火。
温准领导援助政治加沙地带的国际案，结果12个成员国投赞成票。俄罗斯甲英国弃权，上任理事国美国投下关键的否决票，草案无法度通过。The United States is disappointed this resolution made no mention of Israel's rights of self-defense. We are on the ground doing the hard work of diplomacy. And while we recognize Brazil's desire to move this text forward, we believe we need to let that diplomacy play out. 这项提案内容也谴责哈马斯的恐怖攻击，甲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呼吁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佮要求以色列取消要求加沙平民向南撤离的命令。草案最近已经2摆延后了后表决，中期尾因为无强调以色列自卫权煞卡关。中国法国等真侪成员国表示真失望，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文齐亚批评。这个一摆证明，美国虚假甲双重标准，显示因根本无想要找解决方案。拜登政府伫以哈冲突中高调支持以色列，也可能互美国修补真久，真无简单处理进展来对阿拉伯国家外交关系出现变数。It will not only alienate Arab allies, but could potentially lead to a breaking of relations with Israel, could set back whatever hopes that the U.S. had for a broader regional peace. 那伫美国加盟之内，纽约华府芝加哥等真侪大城市也连续出现声援巴勒斯坦的抗争，呼吁大家唔通袂记哩巴勒斯坦人长期遭受以色列压迫的痛苦。Genocide. It's a genocide. They just blowing up civilians. 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桃园中线拍算要对桃园的 G07， 也就是桃园车头，接到新北市新庄捷运回龙站。交通部即马是带条件通过，互本地要做轻铁的中线变做捷运。未来对这桃园车头到新北的回龙站，只要18分钟就会到。不过这经费就要加260亿出来。未来地方和中央要安怎分配，是行政院审议的重点。车路来来去去拢是人甲车条。桃园这几年人口成长真紧，达到231万人。交通部有条件通过桃园捷运张线可行性研究修正加综合规划报告，将轻轨升级做中运量捷运。建设总经费为195.58亿调整到456.49亿，增加260.97亿。若是明年通过行政院协定，安尼就希望伫2032年通车路。有帮助，因为这边转车人很多，那到台北的话，就是转车很方便。新北、台北工作的人，就是其实因为住桃园比较方便，但七节其实它的站比较少，对，所以就有桃园的线应该蛮方便。桃捷张线规划，桃园这边为绿线至07站甲代替桃园站转接，连接到新北这边的北捷万代线。新路线回龙站全长差不多11.38公里，设7个车站，分别是5个地下站、2个高架站。未来为桃园坐捷运到新北回龙只要18分钟。相关的一个中央跟地方的财务的分配呢，那这就是下一阶段讨论的一个重点嘛。那我们会依照这个审查的一个结果呢，修正相关的内容，继续进行行政院的审议。政府表示，未来中央地方经费分担将是行政院审议的重点，希望中央负担244亿，地方负担212亿为目标。也讲到张线有800图捷运系统整合效益，用串联大台北甲桃园地区生活圈。未来8捷、桃捷票证系统整合，800图之间用一票到底。另张线用分担代替桃园到新庄底道路客。因何代替服务更加侪中长途的旅客？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引进乡公所甲公务用地租出去，要互这供电业者种电，引起村民不满。认为讲这公务种地了后，爱先起一间百姓公仔的庙，这庙无起，业者就偷偷伫遐施工。今仔日有上百人去到乡公所野银纸抗议。公所表示讲会要求业者停工，也会赶紧召开协调会，有共识了后才继续动工。
怪手钓一支一支的阿毛头条啊，到这个地看起来就亲像要起工厂，当机具也咧整地。原来这已经互供电业者看中，要建立供电系统，啊，毋过这互当地村民真烦恼，会对周边农地甲生活造成影响。对阮做农的是真艰苦呢。啊，你若真袂巧，阮是要即堆啊。爱干做家家啊，阮这安尼要出入大目睭就擦到青命啊啦。村民看到远远的红头条啊，心情是生气佮烦恼，安怎想袂到原本就是才要起工园，煞成做供电场所。彰化永靖乡这块地原本是公墓，公所2020年刷走，发包予供电业者要种电。啊，毋过村民质疑当地附近4个村影响10面大，业者也无照契约承起百姓公司。佫无办说明会，都向时间，完全是恶性作业。用一些药水，可是那些药水听说是很严重的很毒的药水，所以他们也担心他们的农作物受了伤害。就是不要让它种电，因为种电很多地方都已经有灾害出现。村民10月去公所也紧抓表达不满，向公所表示，这个工程是前任乡长规划，拍算伫公有的民众用地，起2.2公顷的太阳能供电场，每年做80万。当初的时候，这里是一块废地，是丧葬地，所以土地里面啊，真的很多偷盗垃圾啦，就是很乱的脏乱点就对了。乡公所强调，目前并无答应业者应动工，已经要求马上停工。让业者也按照契约先完成百姓公司，搁伫个2地开说明会。啊，毋过居民无要参，要求供电场退出，保障当地生活环境。记者综合报道。金门酒厂要找生产线预备技术员，只要满16岁就当去考。所有人质疑讲未成年就接触到酒的证据。酒厂表示讲袂吸到酒，而且其他关切检检人员也是满16岁就当考。有学者是认为讲，这15岁到18岁是袂当做有危险性的工课，建议酒厂呢卖互这未成年的人去报名考试。光25公斤的高粱转列冲50公尺，搁爱甲3包分别有40公斤重的高粱搬到另外一位，限时完成才会当合格。金酒石科生产线储备技术员吸引不少少年人来报考，为了摕到稳定的工作拍拼练习。工作的收入比较稳定。16岁来考，你觉得适合吗？16岁？16岁啊？对，太年轻，太年轻了，不适合。毋过金酒石科技术员的年纪是16岁以上，引起外界的议论，因为互未成年长时间踮伫酒精真侪的酒厂工作，可能影响身心健康。金门县长陈福海认为无合理，要求金酒爱讲清楚。毋过金酒嘛解说，厂内禁止啉酒，规个厂区嘛摕袂到酒。也不应该，那选进的公司就16岁，为什么会把16岁？会把16岁这个东西会放出来？16岁以上参考，你们不做修正，那他报名了，他权利损失怎么办？我们还是会在这个检测上面，如果确实有出事的话，应该说有所谓的不同说明。金酒表示，其他县市包括桃园市、高雄市、新北市政府招考清洁队员，拢同意年满16岁报考。不过学者认为，就业服务法有规定，袂使有年纪的轻视。不过，互未成年伫酒厂工作，确实会造成看法无好，有损金酒的形象。他的骨骼还没有发育很健全的情况底下，长期扛重物对他来讲绝对是不好的，可能压缩他的脊椎啊等等之类的。为了符合社会观感，我们是可以把危险性这个工作做一个比较从宽的这个认定，认为这种以扛负重的东西也叫做危险性。陈炳良表示，报考需要跟动做体能测试，代表工作较受伤有风险。建议金酒会当明定工作有危险性，才会当排除16岁以上的人来报考，满18岁才符合规定，避免争议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以色列和哈马斯发生战争，德国也出现反犹太人行动。伫柏林一间犹太教堂，有人甲伊牵汽油弹，嫌犯去大声喊反对以色列。德国总理肖兹和英国首相苏纳克拢表示谴责。后边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也针对着这反犹太的言论行动，伊是感觉真烦恼。警方伫个现场搜查证据，德国柏林一间犹太教堂，10月有人弹2粒汽油弹攻击。警方随掠到一个嫌犯，当时伊毋若拒捕，搁大声喊反以色列的口号。Es ist ganz
klar, dass wir nicht hinnehmen werden und niemals hinnehmen werden, wenn gegen jüdische Einrichtungen Anschläge verübt werden, dass wir auch Veranstaltungen, die gewalttätig verlaufen und die mit antisemitischen Parolen begleitet werden, nicht akzeptieren können. 因为加沙一间病院发生爆炸，以色列甲哈马斯拢讲责任是对方。英国首相苏纳克伫下议院除了呼吁议员莫着急判断这件代志，嘛谴责英国的反犹太主义事件。The increase in incidents we've seen over the past week is utterly sickening, and this government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keep our Jewish communities safe. That's why we've provided an additional £3 million of funding to support the Community Security Trust, and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police to ensure that hate crime and the glorification of terror is met with the full force of the law. 欧盟执委会主席彭德莱恩18日欧洲议会表示，哈马斯的恐怖行动已经让以色列加巴勒斯坦进入一个新的暴力冲突。但是最近反犹太主义事件的增加，以烦恼仇恨的言论加假新闻传播快速，让人无法度接受。不过，英国伦敦东宁街外口，示威者伫落雨天为加沙病院爆炸的死者来默哀，搁喊口号要求停止加沙的大屠杀。We've seen time and time again that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lie about these things. They've done it. They did it with Lebanon and they did it with Iraq, and it's a very common propaganda tactic. And I think all of the evidence points to Israel being responsible for the airstrike. 因为严禁停巴勒斯坦示威的德国，拜三暗时有几多百人聚集伫柏林的外交部前，喊口号声援巴勒斯坦，随即后警方赶走。过去一礼拜，柏林警方已经真侪届以可能会出现反犹太极端，也加可能会俄罗暴力的口号为理由，禁止停巴勒斯坦的示威。另外一方面，法国警方是讲，18各地机场拢有受到真侪件爆炸攻击的威胁。进前才宣布，一位访问以色列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宣布把国内恐怖攻击的警戒提升到最高阶级。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台积电伫今日召开发说会，公布第3季财务报表，一股有赚8.14块。总裁韦德加表示 ，AI 的需求真大，会当推动3奈米的量产，明年营运会当继续成长。也那美国最近搁在对中国制裁这晶片出口，敢会对台积电造成影响力？韦德加表示，讲这短期影响有限，而且是会当控制。台积电19举办发说会，估计今仔日夜反弹收盘起6块到546块。发说会公布2023年第3季财务报告，合并营收超过新台币5467亿3000万，税后纯益超过新台币2110亿。每股盈余是新台币8.14块，比市场预期较好。台积电总裁韦铁嘉表示，3奈米需求加强，监管客户继续去化库存影响，明年营运有希望健康成长。And TSMC2 continues to deliver healthy growth, and that's why we can do better than overall industry, and that's why we have a confidence that we will have a healthier growth next year. 另外 ，AI 晶片较常常用的3奈米制程已经贡献台积电6派营收，5奈米制程出货占全季前年销售金额37%，7奈米制程出货是占销售金额16%。另外，外资也咧问，美国最近个升级对中国晶片出口限制，是毋是对台积电造成冲击？为大家亲身回应，影响有限。So far, we can tell you that the impact to TSMC is limited and manageable. At least for the short term, for the long term, we are still evaluating what is the consequence. 另外，台积电海外布局照进度推展，美国亚利桑那州厂会伫2025年量产，日本厂伫2024年底进行量产，德国厂计划其车用甲工业用特殊制程晶圆厂，按算伫2024年下半年动工，2027年开始量产。韦铁嘉也真侪摆强调，非常有信心，认为海外国策是因为客户需求甲必要的政府支持水准，这是为最大化台积电股东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
不满龙潭科航园区3期要扩建征收土地，反龙科3期自救会在去到德科管理局抗议，认为台积电无买来这开发案就爱撤回。不过德科管理局强调，袂因为一间厂商退出就停止推动扩建，但是也会听这民众声音，调整范围。撤回扩建案，有被报道再度来到德科管理局抗议，反龙科3期自救会呼吁讲。台积电已经无要来，开发案应该撤销。80外的老阿嬷，逐工烦恼甲流目屎。伊本来想讲台积电退出，危机就自然来解除。80几岁都没有房子，你还叫我去哪里？我请政府多多给我们照顾农民好不好？自救会讲，既然台积电唔来，就应该停止开发，无应该继续抢人民的土地，互别的企业用。这片土地是因的根，若要征收，哪像要错因的根？要整个拔掉我们的根，也等于是说要了我们的命。扩建案难道会比人命重要吗？有国才有家，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国在哪里？有老百姓才有国，你老百姓不顾，你顾财团，顾什么顾？德科管理局的代表出面来收订正书，讲扩建案袂因为台积电退出，就唔推动。不过民众的声音有听到，会做适当的调整。也那是为什么一定爱这块土地，而且无用市价买，爱透过征收？德科管理局讲，开发不是为了单一厂商，是关系到国家的科技发展甲产业布局。在整个北台湾地区，其实它的条件非常好，不管在人才这方面，在整个产业链的聚集，厂商需要用水、用电这方面也都是蛮足够的，甚至整个交通这方面的便利。自救会直直抗议。科管局9月中宣布排除南侧的密集住地区顶，19号进一步说明，原规划将近160公顷，影响1126人，排除了变做119公顷，影响864人。不过继续咧调整，也未定案。目前是依法申办公听会，需要计划也未报销。因那台积电推出龙科3，行政院讲未来不管台积电要选伫倒位，一定会全力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大家关注的南北合可能是无望啊！郭文哲竞选办公室批评国民党，拢唔像春秋的方案说伫遐未那唔伫遐化解共款，还有其表示讲会继续和郭文哲电话沟通。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传出和郭文哲2礼拜内尚无有技能改变，这郭台铭也伫面册顶头表示，有一种愈来愈确定的情绪伫心肝头半掩。郭文哲和郭台铭敢法度合作，大家是紧看。好友谊出席经销奥运会造势，台顶团结，让国人北合死局无解决。尤其民众党拒绝国民党人选3项方式的中和方案，好友谊强调会继续跟国民党沟通。我们会不断的继续沟通，把大家共同合作政党轮替做我们最重要的目标跟方向。国民党现在好像不是折中，现在好像是在讨价还价。球评是你们的，球员是你们的，球迷也是你们找来的，连场地都是你们举行的，你们在做球员兼裁判的感觉。民进党也强调是用2050净零转型政策，包括启动第2摆能源转型，推动社会甲绿色产业双重新转型，形塑净零永续的生活。政府做上强搁有力的靠山，无落后任何人的公正转型，也强调未来新技术，若会当解决核能安全甲核废料，政府未排除核能。不过，国民党最近一直提起赖清德捌上门拜访谈深澳电厂，也讲医疗啊只坐3分之1真必须和赖清德主动会见。我不是李登辉前总统，现在是民主时代，柯文哲主席也不是蒋经国，他也不必以蒋经国自居。我未曾登门拜访过柯文哲市长。柯文哲从来没有以蒋经国自居啊。好，不是说板凳坐多少，难道你坐1/3就比较会治国吗？难道你坐板凳坐满就比较不会治国吗？恐怕这不是事情的重点了。另外，郭台铭73岁生日，半暝伫面册发文表示，有一种愈来愈确定的情绪伫内心发酵。尤其最近传出，郭文哲2人2礼拜内至少见过2摆，互郭郭合亲像出现希望。那郭台铭副手搭配的赖培霞也伫面册发文，19号已经确定成功放弃美国籍。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会今通过转型正义商法修正，包含着国家机密保护法和政治档案条例，甲永久保密的规定汰掉，改做是保密超过30年者，就要讨论这保密的必要性。特殊情形例外，上班满40年就要解除保密。外界关注的陈文成事件，抑个林家血案等案件有机会见光。蔡政府继续推动转型正义，行政院18通过《国家机密保护法》甲政治档案条例修正，删除永久保密规定，改做保密超过30年，应该检讨保密必要，避免破烂保密，同时扩大解密政治档案，甲强化对受感控被害人军事保障。各界关注的陈文成事件、林家血案等案件有希望解密。除了解密会造成涉入地区的情报的人员，或是工作，或者是国际情报工作布局受到严重的危害之外，应该要持续每3年检讨之外呢，这些分离的元件自此要在40年解密。国发会指出，即马属于永久保密档案有4000多件，目前初步协调，应该有半数伫届满40年了后解密。草案搁整列修正通过了后，定期上班，明年2月28会当实行。若6个月内无检讨完，就看作解除机密。而且指出，支持这项修法补足空棚，也毋过爱注意情报机关的主管机关敢是要求延长保密。就是说，如果现在的情治机关还是继续认为说他们都是匪谍啊，那他们还是可以牵扯到跟中国大陆情报收集有关嘛？法归法，但是人怎么决定其实很难说。或者支持政治档案解密是寻求正常管道。另外，伫国家机密保护法内也增订涉及人员反逮通报义务甲法则，需要伫反逮了后7个工作日内来通报。违反反台通报的非机关现职人员，得处2万至10万的行政罚款。两部修正草案会函送立法院审议，国发会甲法务部拢希望会当继续修法通过，使国家机密保护制度更加完善，也会当实践转型正义。记者综合报道。不动产处理委员会前2日去到新德区中办演习活动，随后到团体和国民党立委集集，这是违反行政中立。教部长潘文忠表示，学校予老师自由参加，是要来探讨安怎推动转型正义甲人权教育，绝对无行政无中立，或者是一个政治介入校园的问题。不要今天在这里为党产会主席给他咨询一下好不好？立委一直质询提问，教部长潘文忠也继续回应，相反声音用要读做伙。这是因为教育部进行这发函，提醒各级学校爱注意行政中立。结果新德高中进行甲东山会合办演习活动，互教团体积极违反行政中立。背后的动机是可疑的。而且呢，他们也认为这个是政府带头违反了行政中立哦。推动人权教育，包含转型正义，确实对老师是一个新的经验，寻求更多适切合适的这些议题教材，这是他们教学上必要。不当党产之转型正义议题民众参与式活动的一个这个劳务采购案，这个得标厂商刚好就是木有之剧场工作室负责人呢，也是这次党产会您请到的这个老师啊。这个限制性招标，我想都是按照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新竹高中这一场一定是在这里面的。潘文忠指出，这工作坊是学校规划老师精灵演习，老师应自由报名参加，用戏剧甲各种讨论思考如何互转型正义甲人权教育融入教学现场。单纯的教师研习，那你把它扣上一个政治进入校园的帽子，那任何的题材在使用上，如果外界因为不了解过度干涉，我反而认为这才是政治进入校园。角色的扮演、议题的分享、讨论、反思，这个其实是108课纲在社会领域教学很核心的专业素养。其实我也曾经受邀。东山会主委林鸿正用德国会例指出，德国30多年以来，继续用展览工作坊甲影片这方式推广转型正义。这摆甲学校合作，也是希望因鼓励老师将人权议题早入教学，无行政、无中立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港建院今早起举办第12届港建院院士授证典礼，总统蔡英文亲身颁发证书。今年计共有4位伫生医和 ICT 产业领域有贡献的领导者，因对台湾的经济也有真大贡献。
工研院今年新科院士有4位，有来自企业界、医疗界、科技界人士，每一位对台湾科技发展、经济发展拢有正大的贡献。包括研华集团董事长刘克进、台大病院院长高敏贤、黑色集团董事长董子贤、明基嘉士达集团董事长陈基宏。台湾不但是以前是科技的这个仰望者跟追随者，现在的台湾科技产业其实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的参与者跟开拓者、创新者。医师加上工程师的强联手，对生医产业的发展非常的重要。工研院把针对未来地区生活以及健康医疗，在现场展出多项的研发成果。2035的技术策略蓝图，也就是说，对我们将来的10年、10几年的一个研发的一个方向，继续发展这不同的技术。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上大的产业资产就是领导企业的人才，无论全世界安怎变化，台湾拢会当做出符合全世界需求的产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台湾的产业的革新，那么不论世界再怎么变，消费者的需求再怎么样的变化，台湾总是能制造出来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产品。那换句话说，我们台湾能够符合这个全世界的需求、市场的需求，把一代又一代的产品能够制造出来，而且是一个好的产品。总统蔡英文也期待工研院未来会当继续帮助台湾产业转型升级，引领台湾未来在世界徛起的发展方向。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南民控变高度，昨暗险险发生意外，有一名外籍移工呢，无保持安全距离，伫变高度这个高放落来时阵，车拄好砸伫咧铁基路顶头，一声进无步退无路，加在警察巡逻经过，赶紧把这紧急开关试落去，通知火车速度就要放慢，避免一场意外发生。火车伫要来，所有的车拢站伫外口。民警看到有一架小客车卡伫铁移动下骹，袂当进退。警员赶紧甲落门，叫伊紧抹句，驾驶煞无动作。看到边仔就是铁基路，警员赶紧撞去去铁基路边仔紧急溜啊！本来要指挥他往后退，但是他因为右边卡住护栏，没办法后退。然后因为情况紧急，所以我按紧急钮，并跑到铁路平交道上方，以手电筒闪烁模式提醒火车。行经平交道与前车应保持安全应变距离，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以维护用路人安全。火车第一时间就动点，等小客车离开平交道，再继续向前。警方讲，驾驶是外籍移工，咱就对路况无了解，嘛无保持安全距离，再骑伫平交道顶面，会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罚。伊可能会罚15000到9万。若车骑伫平交道的状况，佫常常发生。9月初10，花莲稻香村的平交道，有一只轿车伫大地批码通过的时阵，撞入黄色盲撞线去下着火车，加在异物侦测器有感应，列车事先检测无造成人员伤亡。8月底嘛，民众啉酒赛车，弄着401处的泰罗国号，致使火车受损严重。警方提醒民众，经过平交道的时阵，一定要停看听。若是拄到意外状况，一定要紧去去平交道边仔紧急溜啊，提醒火车减速，避免发生更较大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去试验用伫咧香港 IP 位置上网络看台湾饭店的介绍，竟然会较俗20%。用台湾的 IP 位置去查，颠倒变较贵。就业者表示讲，一寡订房间的网络平台会针对无共款区域民众拍折。部分民众用户 VPN 装置电脑，连接到香港 IP， 查询台湾2间饭店的房价，发现分别是7000多到8000多。啊，毋过切断台湾 IP， 房价都加做9000多块到1万多块，差不多差2成。感叹为什么台湾 IP 订台湾饭店会较贵呢？敢是台湾人赚较济？有业者证实，有时阵饭店会对无共款目的地客源定出无共款的处价，是促销的手法之一。或许有一些饭店，它的客源可能是来自于欧美国家比较多，他也希望他的欧美国家来的客源会比较多一点。那是不是也给予欧美客人来的价位比较一些特别的优惠？有可能。
饭店业者透露，因为订房网站就抗敏性较悬，所以订房平台有时阵会针对无同款目的地进行促销来冲关销售量。这时阵房价就可能出现价差。旅游部落客是分析，用无同款 IP 的时阵，出价有这么大落差，也可能是汇率转换有错误。有可能是平台本身的汇率的转换上可能有一些误差，或者是呢，有时候平台会常做一些活动，像最近港澳地区，甚至是澳门地区，针对海外的旅客来澳门住宿，提供一些可能高达50% off 的这个折扣，这个就是澳门地区本地的没办法使用的折扣。不同的连结，像是推广导购的连结，甚至呢，你透过 APP 或者是网站下单，都有可能会产生价差。那更不用说你不同会员等级本身的优惠折扣。旅游部落客认为，订房网站业者为促销，介绍拢是浮动的。除了限时折扣，地数无同款的时间，房价有无同，甚至使用无同款的看网页定式，网页加 App 拢会有价差。旅客若是有时间，引导方面来查询。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清华莲潭底有一寡空地还被开发，草是发甲真旺，就地主直接摕这个杀草剂来抓，引起居民的不满。市政府表示，讲这毒草剂敢若会当用在农地，会依法甲地主罚钱。工人咧铺药啊，看起来真正常，毋过详细看4、5位啊，带真侪住户。民众影片的所在就伫咧台南新华的莲潭里遮。因为南科快速发展，人口一直增加，竟然嘛袂少，其中有部分也被开发的空地啊，草啊发甲真暗。在地民众反映有地主无顾虑住户健康，直接铺毒草剂，气味当家，互住户挡袂掉，向里长定情。那个味道很强烈，很刺鼻啊！这个也至少跟我们邻居讲一下，让我们有预防一下，看一下关窗户还是怎么样。政府可以多多就是列条款，然后帮忙我们这边的居民。当地里长指出，这附近有100户徛家，东港环保局有到场会勘，不过到场时就无味啊，地势无度开发。里长怨叹讲，目前外县市有定毒草剂管理的驻地条例，台南到今也无明确规定，放互地主安尼乌白布，支付费用。毒草剂敢若会使使用伫咧农地，会根据农业管理法来开发。台南市在这一块除草剂的使用这一块，完全都没有做立法一个规范。我觉得这对台南市的一个发展非常的不利。违反者可以处罚1万5以上15万以下的罚锾。那本案黄伟哲市长已经责成了农业局积极查，依法开罚。虽然中央有农业管理法的规定，市府讲会去参环保局、农业局等单位严厉推测相关的驻地条例。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这几年生态基地正热。亲像这高雄市鸟会，伊是头一摆伫咧山球场进行生态复育，经过要到1年时间筹备，目前复育效果是真好。有发现到78种的鸟仔，其中有3种是台湾特有种，来遮拍球的民众也拢真认同。一团皮的草包，阁有真侪树仔，有人摕着千里镜，当咧观察生态。这其实是高雄鸟青高旅户球场，即卖已经成做一个生态友善球场。有球友表示，伊拍球的时阵，拢有听到鸟仔声，也有看到真侪鸟仔飞过。即阵有听声，而且天顶阁有咧飞，足侪啊！逐个月的鸟仔的调查，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阮就是改善遮的一寡迄个植栽的环境，比如讲，伊遮有一寡水池啊。较早拢空的，拢无水生植物，所以阮来种一寡腐叶植物。高雄市野鸟协会头一摆甲球场合作，伫高旅户球场内底进行生态改善工作。鸟会先伫水池种植物，来建植食物链来吸引鸟类，嘛设伫免轻架啊，甲用茶器的鸟树，会当互引起后一代。目前拢总发现有78种的鸟类，其中阁有3种台湾特有种，包括台湾地鸡、果实鸟啊、灰白啊，嘛拢出现伫园区，可见生态保育效果真好。来遮拍球会当看到树啊，看到草啊，看到花，啊，足侪鸟啊。野生动物的鸟啊，足侪啊！澄清湖球场的鸟啊，足侪。规档目前安尼9个月调查起来，差不多发现差不多70-80种的鸟啊，伫这个所在。啊，其中内底有14种的保育类动物，特别是猛禽非常多。高雄市鸟会开摆1档的时间来进行场地巡视甲筹备，豆豆啊将环境复育，互鸟啊会当来遮生态。虽然球场鸟变多，不过并无影响球友拍球，因为鸟啊拢会觅伫树林内底，希望未来生态不尽会当继续增加。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
会当替农作物保温保湿，佮会当减少发草的农膜，也伫是用这个注一稀，也就是咱所讲的 PE 材质去做的。这款塑胶布是真歹回收。嘉义县政府的环保局呢，配合厂商，甲无爱滴的塑胶布回收再利用，变做其他的塑胶原料，带观众朋友赶紧来看。甲农膜顶面的涂刷粉啊拔落来，卷起来了后，佮经过一寡操作，互废弃农膜加做塑胶珠啊。会当摕来做回卡、温烧茶啊，也是一寡塑胶物件的原料。烧清气了哦，这个所谓的再生料就会做出来，安尼它增加它那个循环使用啊，它寿命的才增加啊。本来是笨蛇的物件，也变做一个可以再利用的一个物质。回收完之后，到再利用机构把它制成产品，那它的经济价值是远超过原来的价值的20倍。嘉义县一年废弃农膜的数量有550吨，占全国5%。为着要处理这项废弃物，嘉义县政府甲再利用业者合作，设置回收废农膜的集地场，来协助农民到处理废弃农膜。农膜的部分呢，是由公所这边可能会着收费用来送清洁，会造成我们的农民有更多的成本。那如果能配合县府这个政策，降低农民的成本的话，我相信对农民是非常的有注意的。我扭起来切切的吼，莫有涂刷粉啊、卷卷的，啊地粪扫地啊，伊就会当在意啊，伊就会当处理啊。嘉义县环保局表示，废农膜的回收若是有稳定的数量甲经济价值，业者嘛会考虑向农民来买，让农业废弃物会当变现金，增加农民回收的意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乡土作家洪胜虎的小说《煞戏》是真侪高中生捌读过的文章。这篇小说呢，是伫咧描写歌戏班社会变迁之下渐渐衰微的状况。边芳园戏剧总团也改编这本小说，甲歌戏结合现代元素，和传统结合创新，继续传承。你起来坐了，哎，好的。戏播到一半，舞台就射平，报警为歌戏的后台变前台。这是歌戏团棉花园总团改编乡土作家洪胜虎小说《煞戏》的同名舞台剧。棉花园以传统歌戏结合现代剧场元素，呈现戏中戏的效果，讲歌戏的起落。50年代吼，那时候咱社会开始转变啦，为这个农业社会开始慢慢变成这个工业的社会啊，人们的生活娱乐形式开始慢慢改变啊，所以讲歌戏慢慢啊，无人要看，这就是的精神，就是讲。有啥物袂使改变？只有死的物件才袂使改变，会使活落来物件才会使变做传统。洪胜虎的煞戏描写歌戏班因为大环境改变，渐渐稀微求生存的状况。边芳园演员酸翠红讲，因也捌因为大众无看中，离开戏院，走向野台。但是这阵歌戏以多元的模样重新回来戏院，继续搬戏。现主事就是歌戏另一个黄金时代。是明华园是第一个把歌仔戏做改革。所以历经了3次的改革，才有现在的明华园的歌仔戏。永远保持2个观念，一个是传统，一个是创新。这个创新不是因为我们不会滚，不是因为我们就是天生的叛逆，而是我们不创新活不下去。欢迎大家来国家戏剧院来看戏。酸翠红讲，歌戏通代代流传，传统甲创新永远爱同齐行，而且爱随时看社会的思维做改变。观众通看到歌戏多元精彩的模样，歌戏就会使继续伫济济娱乐选择的时代永久流传。记者郭条水台北报道。讲到意大利威斯巴奥多巴已经推出70多年了，是意大利人也是台湾人做伙生活基地。即马这个威斯巴也推出着油电混合的电动车，会当对着时代行。因为活动，骑奥多拜的人开始踅罗马市区每一个重要的景点，尤其是坐伫咧奥多拜边仔的边车，欣赏这千年的古迹。对真侪在地意大利人来讲，若是无驾边车的奥多拜是普通式的交通工具。这个造型对真侪台湾人来讲印象真深，伊就是捌伫咧国内正流行的比亚乔威斯巴牌子的奥多拜。创立伫咧1884年的比亚乔公司，二次大战的时阵为中心国之一的意大利生产军用的飞机。战后伫咧大民国严格限制下，比亚乔公司改造奥多拜，并且伫1946年生出第一代威斯巴奥多拜。È un'icona perché racconta tutto ciò che è stato, perché
quando ti fermi a parlare o quando tu magari ti fermi a prendere un caffè, si avvicina sempre qualcuno che ti dice ah mio nonno aveva la Vespa, ah mio papà aveva la Vespa e quindi la Vespa è parte di ciascuno di noi. Per me la Vespa rappresenta l'Italia, quando stai a Roma o in città italiane se non c'è la Vespa non stai in Italia. Questo spirito di libertà, di gioia, di camminare, di tutto. Ti fermi dove vuoi, queste strade che è senso unico, la Vespa invece poi, sai, esatto. Vespa 牌子唔那是意大利伫咧服装以外，另外一种流行时尚的象征。骑车人卡放伫咧头前的卡达邦，这种车身的结构也变做马亚奥多麦业者的标准。当然，伫咧欧洲地汽柴油车的规范愈来愈严格，小牛比亚石子公司的 Vespa 牌子也开始有电动版本，2000瓦的电池会当走100公里，若是油电混合的，就能走到200公里。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3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8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